今年的全国语文竞赛，计共有2000多位选手参加，其中新北市代表队共摕95个特优，占全国上济，成绩是真好。其中这名志国中的指导老师和选手呢，伫个台语朗读甲读写剧场，拢有摕到特优。带自然得很娇美，互咱翕相青春好香味。新北市明志国中的学生手提文本，用刷拍佮活泼的台语呈现读写剧场。读写剧场是教育部自2022年开始举办的比赛项目，因为英过全国语文竞赛考试项目总是受外界批评讲含日常对话差伤济，所以增加读写剧场来鼓励本土语走向生活化。明志国中今年唔但指导老师摕到单语的朗读特优，学生伫单语朗读和读写剧场嘛拢摕到特优。因为朗读伊是一个人的比赛，毋过阮的迄读写剧场是足侪人要去比赛，大家拢爱就是足配合的，安尼阮才会就是得到好的成绩。若是我无教阮阿嬷大，我可能就袂晓讲台语阮兜讲的方法可能无遐尔标准，都是家字因为我训练朗读方言老师教我足侪较正确的家字的方式。因的指导老师李宏彦今年头届参加全国赛，都摕到台语朗读特优。伊本身是音乐老师，但是对台语真有兴趣，想要甲台语教好下一代，就时常甲台语结合伫咧教学内底。伊自2011年开始指导学生参加语文竞赛教单。我想要布置一个台语的环境互学生讲台语袂歹势。我感觉只要咱开喙讲台语。台语就会扣回来。有的是大可能讲甲囡仔讲这国语啦吼，所以咱嘛是伫学校的教育，互伊知影讲咱即个本土的咱闽南语的重要性。今年全国赛计共有2443位选手参加，竞争正激烈。其中新北市代表队总共摕到95个特优，占全国上济。明志国中伫考试项目表现上出色，拜日为着要表扬老师学生，学校特别举办庆功宴，嘛鼓励学生伫本土语学习继续打拼。记者卢尚如、郑俊尧、新北报道。